AI 觀 AI，我係 Gigi。聽 Go This Friday 又到咗我哋週五特別版，今個禮拜深入報導嘅時間。以下係今日長片內容。我哋將時間撥回3個月前，呢係2026年 AI 行業發生最荒誕嘅一宗反轉。今年2月份 ，Elon Musk 喺 X 上公開點名 Anthropic 係 misanthropic and evil， 厭世且邪惡。Anthropic 係開發 Claude 嘅公司，係業界公認最認真對待 AI 安全嘅實驗室。Musk 嘅咒罵唔係第一次，但係咁直接咁公開係好少見。然後係今年5月6號，同一個 Musk 將全球其中一個最大嘅 AI 超算中心整個租俾咗 Anthropic。Musk 自己喺 X 解釋：我花不少時間同 Anthropic 高層傾過，了解佢哋係點樣確保 Claude 對人類有益。我印象深刻，冇人觸發我嘅邪惡探測器，係3個月內由邪惡到冇觸發探測器。所需要嘅只係足夠大嘅利益同足夠充裕嘅算力。呢個超算中心叫 Colossus 1，坐落喺美國田納西州孟菲斯，裡面有超過22萬張 NVIDIA GPU， 包括 H100、H200 同下一代 GB200 加速器，以及超過300兆瓦嘅電力供應。300兆瓦足夠點亮20萬個香港家庭，係全球運算密度最高嘅 AI 設施之一。而家呢個設施100%嘅算力由 Anthropic 獨家使用。要明白呢宗交易為乜成事，你要同時睇3個問題。問題1 ：Anthropic 嘅算力荒同埋點解唔能夠自己建 ？Claude 近年用戶爆炸性增長 ，Claude Pro、Claude Max、Claude Code 全線爆滿，限速嚴重，用家怨聲載道。Anthropic 唔係冇錢，係冇辦法快。問題2 ：SpaceX 嘅算力過剩 ，Colossus 1建好之後 ，XAI 已經將訓練遷移到更大嘅 Colossus 2。Colossus 1大量閒置 ，Grok 根本用唔完，空置就係燒錢，燒到全球首富都吃不消。問題3 ：SpaceX 嘅 IPO。SpaceX 今年4月秘密提交 S1 文件，目標估值1.75萬億至2萬億美元，預計下個月啟動公開路演。上市公司最需要嘅係一個說服投資者嘅故事。我哋唔只係火箭公司，我哋係 AI 時代嘅雲端基礎設施供應商，最優質嘅 AI 實驗室做客戶，正係呢個故事嘅核心。3個問題，1個交易。建一個超算中心，你要同時過4道物理關卡。第一係電力。全美國2026年已宣布但仍未動工嘅數據中心算力有110億瓦，原因係電網接入申請已經爆晒，批唔到電就開唔到工。第二係冷卻水，新一代 AI 機架功率密度超過50千瓦每個 rack， 傳統風冷唔夠用，必須揀有充足水源嘅地點，唔係你想喺邊就喺邊。第三係土地，美國全國2025年3個月內有高達980億美元嘅數據中心項目，因為居民反對而被阻擋或擱置。就連 Google 都試過提交1億美元嘅建廠申請，被本地居民逼到撤回。但最難攻克嘅係第4關變壓器，一座大型超算中心需要數十台高壓變壓器。而家訂最快都要等128週，差唔多2年半。部分規格要等4年甚至5年。生產變壓器需要硅鋼片，需要銅，兩樣原材料自2020年以來分別漲咗1倍同5成。廠商就算想搶產能，原料都唔夠。Wood Mackenzie 估計，2025年全美電力變壓器供應缺口係30%，而且預計呢個缺口會持續至2030年。加州硅谷已經有2間數據中心建好咗，空置住開唔到業，就係因為供電嘅變壓器仍未到貨。呢係物理世界嘅限制，唔係錢嘅問題，俾幾多錢都冇得快。Anthropic 就算有錢都起唔到超算中心，就只能夠租。要真正明白呢宗交易對 SpaceX 嘅意義，你要先明白 Colossus 1係一個幾大嘅包袱。22萬張 GPU、300兆瓦電力，規模係非常大，但問題利用率不足。XAI 移去 Colossus 2做訓練之後 ，Colossus 1嘅實際利用率只有11%，接近90%算力係空置嘅，但每1秒都在燒電費。同埋 AI 硬件每18個月一代，折舊速度快過你想象。呢就係所謂吞金獸，建起咗就要養，但養到冇回報。Cathie Wood 講得最直接。
喺 Anthropic 交易之前 ，Colossus 一對 SpaceX 嚟講係 massive losses 巨大虧損。有咗 Anthropic 呢個最優質嘅租客之後，就係 significant profitability 顯著盈利，一來一回係質嘅轉變。分析師估計呢單交易每年為 SpaceX 帶來30億至50億美元收入，現金利潤超過25億。對一間以1.75萬億美元估值準備上市嘅公司嚟講 ，Colossus 一由 IPO 帳面上嘅負債搖身一變成為優質長期收租資產呢一個轉變，對估值嘅影響非常重大。但 Musk 仲留咗一手。喺正式新聞稿之外，佢喺 X 上補充 ，SpaceX 保留收回算力嘅權利。如果 Anthropic 嘅 AI 做出傷害人類嘅行為，呢個附帶條款係咪真係寫入正式合同？目前未確認，因為合同內容冇公開披露，但意義不容忽視。如果有效 ，Musk 等於握住咗全球3大 AI 實驗室之一嘅電源開關。想像一下呢個畫面。一間以 AI 安全研究見稱嘅公司，算力命脈係控制喺一個曾公開話佢邪惡嘅人手上，而呢個人嘅判斷標準係觸唔觸發我嘅邪惡探測器。但講真 ，Anthropic 邪唔邪惡冇明確嘅定義。Musk 嘅邪惡探測器並唔係一個客觀標準，只係佢一句説話係硅谷嘅 dress code。又話喺硅谷，你唔可以淨係講錢，都要講下情懷同道德責任。你要有個我係為人類好嘅包裝，先講得出口。呢個 deal structure 對 Musk 嚟講係完美嘅雙贏劇本。Colossus 每年進帳30億至50億，係真金白銀。電源開關條款保住咗佢嘅道德高地人設，係公關資本，又有錢又有面，仲可以話自己係 AI 安全嘅守門人。呢個算盤真正打得夠散響。仲有多一層背景，呢宗交易發生嘅時候 ，Musk 同 OpenAI Sam Altman 正身陷官司。Musk 控告 OpenAI 違背創立宗旨，試圖瓦解佢嘅盈利轉型。而 Anthropic 正係由一班從 OpenAI 離職嘅高管創辦，係 OpenAI 喺企業市場嘅最大對手。敵人嘅敵人就係朋友。租算力俾 Anthropic 可以間接削弱 OpenAI 係企業市場嘅地位。呢個動機正式新聞稿裏冇人會提，但分析師心知肚明。呢種交易對整個 AI 行業嘅啟示，我整理成4點。第一，算力係新嘅石油。AI 競爭嘅瓶頸已經由邊個模型更聰明轉移到邊個有更多 GPU。有算力先有話語權，冇算力就算模型幾好都係無計可施。第二 ，AI 行業冇永遠嘅敵人。Musk 叫 Anthropic 邪惡3個月後簽約，唔係矛盾，係 follow the money。意識形態係公開表演，利益係私下計算。呢條原則喺 AI 行業特別有效。因為算力成本太貴，每一個潛在客戶都太重要。第三 ，SpaceX 正在成為 AI 時代嘅 AWS， 就好似 Amazon 嘅電商業務孵化咗 AWS、SpaceX 嘅火箭基礎設施，正在孵化全球最大嘅 AI 算力租賃業務。如果呢條路線成功 ，SpaceX 上市嘅估值故事唔止係火箭公司，係 AI 時代雲端基礎設施龍頭。第四，太空超算係大計，但有個物理場未解決。Anthropic 有興趣與 SpaceX 合作開發軌道 AI 算力。概念上，太空有無限太陽能，呢個優勢係真實嘅。但太空係真空，唔能夠靠空氣傳熱，只能靠輻射散熱。我計過條數，消耗100萬瓦熱量，需要1200平方米嘅散熱板，等於4個網球場。仲有訓練好嘅模型要從軌道回傳地球。現時激光通訊頻寬係重大瓶頸。太空超算係有望嘅下一站，但條路絕對唔係想像中咁易行。呢種交易仲有最後一個角度值得講，掉隊嘅人 Grok 就係 xAI 自家嘅 AI 模型，打嘅旗號一直係第三極，但收入係收入。2025年 Anthropic 年化收入已達70億美元，OpenAI 每月入帳20億，全年推算超過240億。xAI 獨立業務年化收入停留喺約5億左右。一項追蹤超過26萬名美國用戶嘅調查顯示，2026年第二季只有0.174%有付費使用 Grok。用戶份額講得過去，但轉化成付費意願係結構性嘅落差。造血能力唔夠
Colossus 嘅天價電費同折舊無法覆蓋。Musk 嘅解法唔係等 Grok 追上，係把吞金獸租出去。Google Gemini 嘅處境有幾分相似，用戶份額排名第2，但 Google 家大業大，搜尋 Android Workspace 係天然分發渠道，唔係靠付費轉化舊業績。而 DeepMind 嘅 Demis Hassabis 向來係落長棋嘅人。AlphaFold、AlphaGo 都唔係搶先出位嘅項目，係做到突破為止。Gemini 4係我哋期待嘅一步棋，但幾時落幾重還未知。呢一場賽事真正嘅雙強係 OpenAI 同 Anthropic， 其他人係在爭第3位嘅資格。喺一個 AI 能力每4個月翻一番嘅世界裏，算力從來都唔係配角。呢種交易係關於錢，係關於 IPO。亦係關於邊個最終控制 AI 嘅命脈，而最核心嘅問題仍然懸而未決。Musk 手上嘅電源開關係公關姿態，還係真正嘅合同條款？ Anthropic 接受呢個安排係算力飢渴迫使，還係有更深層嘅戰略考量？呢個問題嘅答案可能要等 SpaceX IPO 之後先見真章。多謝各位一路陪我睇到最後，希望各位鍾意呢個新報導方式。以上報導係由替創香港帶俾你。如果覺得 Gigi 嘅報導講得唔錯，你哋 comment、like、share 同訂閱係對我哋最大嘅支持。我哋下個星期一繼續 AI 觀 AI。